台南大学的团队研发一套台语、英语互动式的 AI 机器人，即马机器人的功能是搁再提升啊，会当甲台语随翻做英语，随甲资料做笔记。目前这台 AI 机器人按算成伫咧台南甲高雄地区6间学校的台语课做示范，未来有机会也会推广到其他县市。台湾的红豆饼就好食。 学生用台语对桌顶的机器人讲话，机器人随甲台语翻做英语念出来，落尾佮甲这字句做成笔记。高雄东光国小台语课出现一位无同的老师，就是这个台语、英语互动式的 AI 机器人，互囡仔会当学母语甲英语，嘛因为机器人生甲真古水，佮有动作展示，学生囡仔像咧要甲机器人互动，感觉真趣味。机器人会使互我讲台语佮讲英语，会使互我做笔记，足方便的。有这个机器人来，甲咱上课会使较趣味。这台台语、英语的 AI 机器人，拄开始机器人敢会当甲人对话、产生图片尔。今年机器人功能升级，佮会当到整理资料做网仔型的图。目前也已经推广到美国、日本等等学校，互世界各国的人通学台语。上课的时阵，互学生也是老师会使甲重点画出来，产生一个知识图。这个应该是讲，咱对学生的学习会做有帮助。一班有20-30个学生，逐个学生拢和机器人讲话讲了，咱就知影小朋友伊学了安怎，伊重点敢有抓出来。李教授表示讲，目前这台 AI 机器人会伫台南甲高雄总共6间学校做示范，未来也会推广到其他县市，互囡仔学母语兼学英文，嘛毋望未来有机会通做时代开讲的对象。记者张一辉、顾兆勇高雄报道。